此刻夜靜無人，我特意把你们叫來，是有話對你們說。前些日子，我和姬兒死裡逃生，全靠你們以命相搏，羋月自然感恩懷德。夫人待我們親如姐妹，夫人有難，我們豈能置身事外？想那愛姑姑與我無冤無仇，卻下毒手害我。她害我，一是因為貪財，二是因為家人在楚國受到挾制，所以我想到了你們。你們在我身邊多年，若有父母兄弟在楚國受人挾制，儘管把他們的名字報給我，我托人把他們贖出來，也好叫你們就此安穩。奴婢本是南越夷狄，族滅以後就只有我們兄妹二人。夫人若能贖回我哥哥，奴婢從此再無顧忌。我家是奴籍，年幼時旧主人家落了難，我一家被分頭賣出，如今已記不得誰是誰了。做奴婢的，若不是自己得勢了，记得親人回去找，誰會記得我們這些微賤之人有無親眷？做奴婢的也是人。過2年，我會分別給你們個妥帖的去處，是托籍出宮成家立室，還是留在宮裡，全由你們自己選。奴婢願為夫人效死。起來吧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大王，坐。王后很久没有来承明殿了。臣妾知曉大王政務繁忙，不敢前来打擾。只是這2日陰雨，暑熱裡的潮氣是最傷人的。臣妾特地熬了薏米百合紅豆湯，給大王送來。大王，不妨嘗一嘗。好。汤不錯。王后還有什麼事嗎？自從羋月產子，大王很少來交房殿了。你知道寡人忙。大王沒有深究臣妾的過錯，臣妾感恩戴德。禍亂之首，已按宮規處置，但願後宮從此不再多事。臣妾明白。你明白就好了。還有一事，臣妾要向大王稟報。說。景氏有身孕了。好。景氏是你的應試，你替寡人好好照顧她。那是臣妾分內之事。只是羋月為大王產下公子，按照宮中常例，大王是不是該盡一下他的位分？羋月這個孩子來的實在不容易，給他提位分也是應當的。不過，如今宮中位分比羋月高的，一個是魏夫人，她在先王後時就代掌公務，所以自然無話可說。另一個就是唐夫人，也是寡人為太子時就在身邊服侍的老人，名正言順。再有的就是魏良人，他是周天子做媒的宗室陪嫁之姻，也是應有之分。其餘的無論有無兒女，位分都在羋月之下。
此事咱就緩緩吧，免得后宮非議，說寡人過於偏寵他。大王想得周全，那就先緩緩吧。臣妾想，等那景氏生產後，讓她與景氏一同提位分，這樣他人也不好說什麼了。就照王后說的辦吧。是。上次來逛園子的時候，繼兒還在我腹中，轉眼繼兒已經滿2個月了，都不知道這春天是怎麼過去的。可不是，上回來滿園子的杏花將開未開，這會兒再看，杏兒都快熟了。2個月的光景，繼兒已經會認人了。昨日我只問了一句“娘親在哪兒”，她竟會用眼睛來找我。小公子長得多俊呀，一日一個模樣。只可惜，大王好久都没來看望夫人和小公子了。大王近日公務繁忙，公孙衍聯合諸國舉兵，大秦的兵馬也要出征了。魏姐姐，八子，魏姐姐，八子在宫中静養多日，今天也有興致出來走走。整日躺着，身子都躺軟了。若再不出來走走，這心裡頭要添病了。八子說的也是，心若舒暢，身子才會好得快些。姐姐是宮中圍棋博弈高手，妹妹正打算着，等身子好些後，要去姐姐宮裡討教呢。說什麼討教？妹妹若是要來，姐姐隨時恭候好了。妹妹可別怪罪，姐姐突然想起宮中還有些事情未了，得立時趕回去了。改日再與妹妹閒聊。宮裡原來是把我和王后看成是異黨的，如今王后與我疏離，宮裡人都躲避不及，唯恐捲入是非當中。戴瑁是王後的心腹，他把八子害得這麼慘，照理說王后該逃不了干系。大王沒有懲處他，就已經是法外開恩了。這話不可亂說。王后雖與我生分，但她並沒有害我。戴瑁被梟首示眾，雖說是罪有應得，但已是極刑，不該再怪罪王後。可惜王后聽不到八子的話，她心裡還不知道有多恨呢。八子仿